合唱团呢是我们学校的校队，由美纯老师和嘉颖老师指导，并邀请我们外聘指挥陈汉生老师给团员们更丰富的教学跟扎实的训练。他们在台北市的音乐比赛中呢，常常屡获得佳绩，非常的优秀。现在把我们的耳朵竖起来，来聆听合唱团带来的美妙歌声。